继续来看今年嘅内地报道，一条年同风力发电本年因为嘅台湾亲有潜力嘅再生能源，屏东县政府推动用水种田，台电也用保证20年吨购天价7.33美元来发展一条年供电。啲高雄民农嘅东门国小，就算啲学校嘅活动加设嘅一条年发电板，唔过价到唔卖天，系用来提供学校嘅部分用电。天等政府发展再生能源，延4年嘅空态种植一条年板，按用嘅客户一朝唔远，更加有效嘅老天力炖起来，还嘅一类问题爱解决。台湾目前呢发电哦，有风力发电，还有呢太阳能光电，它甲讲一个。 桃高雄市民农企业东门国小，民国98年得到经济部能源局嘅补助，按年一条年发电板，唔过一间学校唔卖天。来到东门国小，亚东有3站楼安高嘅90里木蛋糕，做得看到外背後就有2個一條年發電板。雖然講搶提供學校10股嘅1股嘅發電量，唔過透過一個設備，學生嘅從細就知覺一條年發電板嘅好處。我們美濃有很多就是太陽，就是時常就有太陽，然後學校又有太陽能光電，這樣又可以省電環保。夏天家差不多1年嘅發電量差不多15度左右，夏天。冬天嘅發電量差不多就12度左右，這樣。我能發一天350度左右，一度就差不多2-3萬元嚟啊，2-3萬元差不多實際上差不多就當每年學講省到差不多冇1萬元1年啦。 屏東縣每有一地本單做用出5嘅5路塔，看準一條年發電嘅發展。故作3年前，南外土設界田橋項出嚟130萬，按年一條年板，含同一條年板下背，總嘅有幾作物，按年設計20就有。哦，你看我上面哦是太陽能光電板嘛，哦，我下面哦就有種一些哦我們自己在食用的一些蔬果，哦，像這個番茄哦就非常哦。 健康哦，安全的一個蔬果哦。對學校韓國建議都有以無主單位來支持發展再生能源，現正條下馬按一條年板貴10咩，大家都唔到個冒險來吃。在當初安裝的時候，就好有很多人哦，不是有那麼大的興趣啦，哦，到現在哦，一樣也差不多是這樣啦，因為你安裝太陽能板哦，它的回本。 大約差不多要10年了。政府應該要去推動，讓太陽能的應用變成一個產業化，而不是像現在都是小小的量。因為你如果不投入多廣泛使用的話，那現在的太陽能的產業，他們很難繼續去投入。實際上，日下一條能發電嘅成本年4年較便宜。就台灣經濟研究所嘅研究資料看得出，台灣雖然唔像其他國家電料昂貴。 唔過2015年到2017年之間，台灣一條年供電就會同一般的台電平價。將來什麼時候接近了，就看是說我們的電價跟這個再生能源發電的成本啊降的速度啊，那到那個交叉點啊，哦，也許是10年哈，以台灣來講，也許。 可能我們估計至少要10年以後哦。現在用一條年發電也還係考卡到日照時間唔穩定，同安用嘅老天斷氣來嘅問題。國內雖然有了早幾年發出一套家用斷能源嘅呢套，講做得配合天窗，先老天斷氣來，等到用電量前提價下，將老斷嘅天拿來用。唔過現在實批將使用嘅按規，對一般民眾來講買唔出水，是講同日本都普遍。 日本單位政府已經開始針對家用儲能系統，有補助的計劃，所以其實日本的當地對家用儲能系統是非常的普遍普及。那台灣現在的話，目前因為電費落差沒有那麼高，所以我們還要再試着推廣。
台湾虽然添了较便宜，不过们已经用的奖励措施同较高的顿摇天价，独独的来发展二头能发电，按用含拉，而全面的认同再生能源，向着按用量来控制加湿，降低按二头能办的成本，稳定发电，将会航向非核家园的理想。下个新闻林金优、吴思怡综合报道。